新闻头起先来关心这前经济部的律令推动中心的副执行长郑玉林，一时涉嫌收乌西钱，今仔日透早已经受押禁见。不过，就有风声讲，这前经济部长郭志辉哪像嘛是有涉案。不过，伊本来是发声明驳回，希望外界唔通含混补天无赖人。 昔日贪污风波风雨淡的前经济部律令科技产业推动中心的副执行长郑玉林，疑似收律令业者压榨钱，任来向地电施压，惊后尾门讨贵电用量，日前洪裁定羁押禁见。我们的同仁有去作证，那我觉得状况是这个样子，就说施压是一个形容词嘛哈，那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我觉得让司法机关来做比较清楚的调查。 地电敢有防施压？董事长张文生表示，施压是形容词，郑玉林是一个做法，有人爱厘清，不过规则案件继续探烧，立委也真关注，各控诉北检，把案件先按下。承办检察官去年要动，王俊立说不要动，拖到823以后才动，就像郭志辉讲的啦，大为跑掉了啦。那本来犯罪就应该要办啊。那如果说郭志辉部长知道还有什么更大为，那真的欢迎他出来当检举人，然后为了这个国家多做一点事情。专案也受向经济部长郭志辉，顶礼拜伊才拄辞职，洪表示私底下讲到有搁较大咖的人，也未浮出台面，甚至连伊都洪质疑，甲涉案的风电人员过去有真侪届互动关系真密。证据到哪里就办到哪里。所以会找郭志辉来问话吗？这我不清，这个完全尊重北检的政策。 互暗时牵涉到绿电的备案，郭志辉发声明反驳，强调伊的清白绝对袂让步。伊个收集证据，依持伊的权力，佮讲超过伊的作恶，对伊一世人的名声是严重的侮辱。风电人员是回应，全力配合调查。总经理交保了后，恢复正常工作，也表示公司成立够大，是真老实，遵守法令，无允准任何违规违法的行为。公司新闻采访报道。